金控集团的股东会最近开始哦，富邦金控去年是赚新台票469亿，一股赚3块半，连续14档哦，拢是台湾上赚钱的金控。另外，新港金控的董事长给致辞的时候，讲到今年公司无赚钱，无法度发股利，所以向股东回息的。 台股近日股东会大会，早起真侪间金控拢开股东会，其中富邦金伫会中通过去年税后存益469.3亿，每股赚3.54块，今年会配发1.5块的现金股利，加0.5块的股票股利，配发率是56.5%，已经连续14年，是金控每股获利王。金控合并总资产有10.6兆。 金融业，我想只要其他产业受惠，金融业就是受惠。金融业因为跟各产业都是连接在一起的。那接受市场注意的成功金控股东会，也因为3年一摆董事解散，请不少股东到场。这一天前集的董事长柯鹏开场报告时阵，就向股东会示例，在市场环境变动激烈之下，迄日无达到预算目标，无报道配发股利。在公司解散部分，市场就推股，以现任董事洪书记为首的市场解决派，股权是新光金创办人，股东1年2倍，加上委托书外资发展股票，15席董事有希望提2/3。 现场小股东也希望公司经营权纷争能赶紧结束，希望能够尽快纷争解决这样子，然后让股民能够安心。强强联手一定会让未来更好，我相信。但当然，管理组织们就要需要更好，只要是为了这边走向更好的路都很棒。 今年金管会对新港联邦原来顶银行办理精检，因为3间银行办理自然人买出贷款，无落实确认客户身份证书，所以判新港联邦各150万，对原大银行提出纠正。新港也伫股东会顶悬表示，会透过4大措施，精进制度，避免各发生类似缺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